好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全腰圍橡筋一個高腰設計嘅一個牛仔褲啊嚇，咁係一個係薄嘅牛仔得唔得？嗱，呢一個咧就好特別，我覺得平時如果着開呢啲恤衫褲款咧，但係又中意 casual smart 咧，咁就可以考慮咧襯呢一條嘅牛仔褲，因為平時嗰啲咧你有褲頭啦，咁你一定係着出嚟嘅感覺咧，一定係會型加啲嘅。咁呢一個咧就可以攞嚟襯啲恤衫褲款，但係咧就會有一個中和一個 mix and match 嘅一個感覺，得唔得？係啊，好特別，我好少見到呢個全腰圍橡筋嘅 OK， 係啦，呢個位置亦都係有好多個閘位啦，咁啊雙插到，咁我162高。着咗2寸嘅高踭鞋，咁已經平腳㗎啦。俾個藍色大家睇下先，藍色個髀位嗰度咧，係啦，就有啲嘅石磨嘅洗水啊。OK 嗱，腰圍呢一個位置見唔見到啊？係完全係貨你咧係攝衫着佢嘅版型出嚟嘅，係啦，又唔會話太中性，但係又着到斯文嘅型格款咯。好少啊呢啲牛仔褲，同埋着得好舒服，佢都軟身嘅，咁所以其實可以，如果着開恤衫多嘅，可以考慮呢一啲嘅牛仔褲。唔該晒，好褲款嚟啦 ，LMA51105 ，OK， 腰圍平鋪30cm， 拉到47，hip 係60啊 ，OK， 好有呢個褲型嘅 ，OK， 長係103，長係103 ，OK， 315，喂，抵喎呢條315 ，OK。